中国商务部昨暗发布声明，当咧研究要甲液化早受清单内面的龙旗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的关税减量暂停，也因为讲是伫咧咱大选进程来公开，咱的政府就批评讲中国是利用经济威胁，想要来影响到台湾的选举。经济部表示讲会积极函受影响的产业直接提供必要的协助。台北大选，中国动作真多，商务部初九是发布声明，为切终止台湾11项石化产品适用液化税率以来，民进党当局无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取消对材料贸易限制，所以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其他项产品的关税减量。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埃克法早期收获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等措施。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桂灿文表示，初九接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电话，表示液化不是单方受惠，对两化机械业是互利的，会将意见反映给商务部甲各大办，并促销。伊阁指出，这几年台湾机械出口中国占比已经降低，有先做好准备转型甲开拓新的市场。对于单一业者的影响就比较大，业界还是需要去努力把市场拓展到其他的国家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纺织业者指出，无法度判断影响程度，可能差不多一半。5亿美金产值受影响，上市大厂评估影响无大。经济部表示，中国应该甲台湾伫 WTO 结构之下讨论，这种大方面的变更对建立和谐贸易机制不利。业者用现行措施，将会提供必要协助。受到影响的产业做更多的联系跟沟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含拓销市场的拓销以及产品品质的研发改善。陆委会指出，已经真侪摆提及，伫原来结构之下协商，暗过中国无必插，各警告陆方唔通结果台湾人的智慧，一直介入选举，会得到有期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